这几年，因为大溪国计划新竹和苗栗人是愈来愈多，学生也对咧增加。不过学校的班级数量却是无对咧成长，特别是高中职真欠。行政院为着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够的问题，有编3.3亿的校舍计划预算，要来起新的教室，才挺好增加班级数量。所以因为总预算到达拢无审查，这大新竹高中教学权益自救会家长就呼吁讲，为了顾囡仔的教学品质，也佮受教权，呼吁立法院赶紧审查预算。孩子的就学权益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筹码。新竹的家长伫咧立法院大声抗议，因为中央总预算到达也未审，影响囡仔的教育权。这几年大新竹苗栗因为大十国计划大量人口徙入，学生囡仔对咧增加，学校的班级却无对咧成长，尤其高中职特别欠。大新竹自救会指出，即马地区录取的分数逐年压悬，一班前38人全国上济。家长为着囡仔徛出来，要求立法院赶紧审总预算，通过行政院为着大新竹和苗栗编的校舍计划经费3.3亿，互因通建设新增加的班级。一个整个预算的 package 大约是40亿，3.3亿是它的头期款。当头期款不能准时全额的拨入的时候，你叫家长要如何相信后面的预算会通过？自救会指出，这个预算是用来起高中职新教室和征收的钱，预算就通过了后，才通落实班级增加政策。新竹市府回应讲，在年度预算和中央补助计划会分阶段投入经费，嘛会增加高中职量能。新竹县府是表示，有针对弱势补助，目前县内有新起德北实验高中，也甲文兴高中和自强高中改做完全中学。112年了后，通予30班1000个学生会当就近读册。在114学年度成立数位实验高中，以实质增加高中就学名额。另外，新竹市政府也同步推动建工高中扩校以及分制计划。那会提3年的计划来争取那个偏乡的补助。那3年会补助偏乡跟极偏的部分会有200万。那非山非市一般地区会有100万的经费补助。自救会表示，为着增加班级的议题已经拼了3年，真无简单。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才规划好势，115学年度公立高中职要增加38班，116学年度要增加56班。因也要甲定证书送到各党团手头，希望立法院专家通过这项建设经费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尧、丁君和综合报道。